專業肢體對話，敏感真相解碼，俾個機會等我對你粗魯10分鐘。大家好，我係驗屍官，歡迎大家嚟到抽絲剝繭2.0。呢期咧有個好 hit 嘅詞叫做一人公司，一個人一部電腦幾隻 AI 就可以做老闆。但係我想問一句，你係真係想開公司啊，定係唔想再打工呢？嗱，呢兩樣嘢咧就真係爭得離天百丈遠嘅。上一期咧我就講 AI 嘅焦慮，其實焦慮本身咧就唔係啲咩大問題嘅，個問題係你信咗一啲唔應該相信嘅嘢。然而當下令到大部分人都好願意去相信，從而令到佢自己都賴晒嘢嘅，就係一人公司。一人公司嘅呢個 concept 咧，其實唔係啲咩新鮮嘢嚟嘅。大早之前咧，其實佢就有個名嘅，佢個名叫做個體戶。當然後來都有個文藝啲、好聽啲嘅名啦，叫做主理人。只不過呢期咧就加咗啲 AI，咁個體戶咧就搖身一變成為咗一人公司，聽落好似 upgrade 咗嗬，但事實上換咗個説法嘅啫喎。你話唔係？我一個人指揮住成班 AI 員工，有老細有員工，而且我自己仲要 upgrade 咗添，係咪先？以前都係要指揮啲實體員工，而家可以指揮啲虛擬員工，咁仲唔係公司啊？係公司，個包裝文化靚仔咗個體戶咯，怪唔之得你賴晒嘢啦。嗱，我試過嘅，我真係試過。上一期我有講到我自己做咗2個 product，叫做 Tennis Journey，成本1個月唔到100蚊有找。撇開晒，可能我見到有其他嘅，我話嗰啲 basketball journey 啊、cycling journey、hiking journey 嗰啲產品啦。但係如果你淨係 target 去呢部分嘅網球嘅一啲愛好者或者係一啲用戶嘅話咧，其實你只要做好個 product，都應該係一個穩賺嘅生意嚟嘅。個問題就喺呢度開始。當我想將呢個80分嘅 product 慢慢打磨到佢去100分嘅時候，我發覺我自己唔係喺度做緊個 product，我係餵緊我隻 AI。係啊，我嗰隻橙色嘅海膽啊，我自己出糧俾佢嘅。佢改代碼，我就去補個 prompt。佢改到一鑊泡，我就去問屎問尿。總之個 total 咧就一路燒，時間咧就一路走，至今面目全非，仲要冇人幫我執手尾。你以為你自己做緊個老細，但事實上你係幫緊佢打緊工，仲要係嗰隻最辛苦、最冇保障嘅嗰種工，我哋叫佢咕喱。而更加有趣嘅係，我發覺身邊而家越嚟越多周圍嘅人咧喺度 inspire 你去做一人公司嘅。環境啊幫你 set 好啦，資源又幫你搭好啦，有啲可能門口都幫你開埋啦，連隻燒豬可能都幫你捧埋上台啦。總之就等你埋位嘅啫。睇上去都萬事俱備嘅啦，但最關鍵嘅嗰樣嘢冇人幫你。係啊，一人公司啊嘛，Mr. Lonely 係一支公㗎啦。不如而家就打鐵趁熱，我不如就可下佢哋啊！恭喜晒，我哋一支公有限公司正式成立，祝你開張大吉！我哋呢度環境優美，資源齊備，連掌聲都可以幫你 ready 好晒。總之儀式感做到足。
就爭你一樣嘢嘅啫，嗰樣嘢叫生意啊！問題唔喺 AI 身上，問題喺你身上。我所指嘅你係有冇人要你身上。其實你做咩產品都好，到最尾其實都係回答緊一個問題。嗰個問題叫有冇人肯埋單。然而我哋而家身處於一個越嚟越注重實際交付嘅時代入邊。假設啦嚇，假設你身上有20雞啊，你會揀喺街邊檔口裏邊一碟現炒現煮嘅炒河粉啦，定係幫呢個一支公啊潛力無限嘅一支公有限公司充 token 呢？一人公司聽落去好香、好勁、好型，但聞落去越聞越似。總之就一定唔係廚房煮出嚟嘅嘢，似係機器教出嚟嘅嘢。一人公司可唔可以做？當然可以做。個問題係啱唔啱你做？如果你想做，不如先去問返自己一句：你係真係想創業啊，定係想逃避現實啊？好啦，呢度係抽絲剝繭2.0，我係驗視官。AI 時代，我哋慢慢拆。